做廣告好好玩，好 update 啊！咪玩啦，地地扯爆就真。奉旨嘅 OT， 顛倒嘅作息，其實已經係街知巷聞，嚇到好多新一代唔夠膽入行。而過度嘅勞役，亦令現存嘅廣告人身心俱疲，體力、心境、見識同諗法都急速老化。所以我哋希望以放多日假，挽救老化呢個創作概念，去警醒各大廣告公司高層注意行業老化問題，同時提出放多日假俾大家回下氣呢個信息。我哋會揀一日作為廣告人挽救日，為高層們帶嚟一個前所未有嘅沉浸式體驗，等佢哋知道再咁玩就會成行無力玩。首先係高層踏入公司大門嘅一刻，嗅覺就會受到前所未有嘅衝擊，係白花油啊！同時耳邊亦會響起80年代紅極一時嘅流行曲《紅顏》，我哋會用當中嘅歌詞寓意老去嘅廣告界。最經典嘅一句，無力玩，無力再玩，更係一記當頭棒。入到辦公室，高層眼前就會出現一個奇景，係奇英個奇啊！無論係 creative 定係 AS team， 全部都係韶華老去嘅婆婆同伯伯。當佢哋繼續探索呢個奇怪空間，就會發現處處老嘅嘢：買餸車、樂悠卡申請表、洗手盆隔籬啲假牙。Pantry 亦會出現標誌性嘅老人餸，好似老少平安、鹹魚蒸肉餅，同埋唔少得嘅招牌菜老海鮮、豉汁蒸倉魚添。當高層一頭霧水咁返到埋位，就會收到一個 email， 入面係我哋特別製作嘅紅顏 MV。我哋利用 AI 技術，將員工嘅樣套入老人主角上面，隨後亦會有我哋嘅主題信息，呼籲高層採取行動，放多日假俾大家回下氣。如果唔係，廣告界嘅老化就真係會陷入無可挽救嘅地步。咁精彩嘅 MV 又點可以淨係得高層見到呢？我哋會將活動帶到線上，號召員工將特製嘅紅顏 MV 放上社交媒體，引起行業人士同客戶嘅關注，並將自己嘅老人樣放喺 LinkedIn 做 profile picture，icon 上仲會寫上我哋嘅口號添。同時，我哋亦會喺 social media 發出各式過時廣告，無論係設計定文案，都透露出陣陣嘅老人風，引起大眾嘅好奇同討論之餘，亦提醒高層繼續咁取進員工，係會令佢哋身心思想品味腦筋都老化。各位廣告公司高層，唔想扯爆現存嘅廣告人，嚇走新人，就係時候實行 4 days work week 啦。員工冇力玩，成行就無力再玩。放多日假，挽救老化。